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無常。近期香港大埔嘅火災、Sydney Bondi Beach 嘅襲擊、台北市嘅無差別殺人事件，再加上世界各地嘅戰禍、地震、饑荒同埋唔公義嘅掠奪行為，呢一連串嘅悲劇，讓社會再次意識到無常從來不曾遠離過我哋。呢啲突如其來嘅災難，唔單單奪走生命、摧毀家園，亦都帶嚟恐懼、悲痛、無助同埋憤怒。佢哋迫使我哋停落嚟，重新去思考生命嘅脆弱同埋不可預測。其實無常早已經存在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，包括咗天災人禍，例如係地震、海嘯、病毒同埋恐襲；生活嘅變故，例如係失業、意外；生命嘅危難，突然間患重病、英年早逝；社會嘅巨變，政治動盪、經濟衝擊、仇恨或者暴力，亦都包括埋關係上面嘅創傷，例如係破裂、誤解，甚至係被出賣。人生裏面，我哋總係會遇上其中一啲嘅無常事件。我亦都曾經走過呢啲嘅路，不育、丈夫被裁、工作關係破裂，10年裏面送別多位嘅至親，包括咗猝死嘅弟弟，因癌症離世嘅父親，喺疫情期間病逝嘅丈夫同埋母親。我自己亦都曾經徘徊喺生死邊緣，再加上社會環境帶嚟嘅集體創傷，呢啲經歷讓我深刻嘅明白，無常係人生必經嘅現實。無常之所以痛苦，係因為佢打破咗我哋嘅計劃同埋想象，讓生活突然間失序，亦都動搖咗我哋對美好生活嘅期盼。面對無常，我哋唔需要否定自己嘅情緒，亦都不必急於恢復正常。身體嘅傷口需要時間嘅愈合，更何況心理同埋情緒嘅創傷，更加需要以年計嚟到去復原。喺面對失落嘅日子裏面，我曾經透過唔同嘅方式前行，包括咗時間嘅沉澱、家人朋友嘅支持、書寫同埋閱讀。我亦都投入工作、悼念同埋回顧、休息同埋遠行。無常亦都迫使我停落嚟問自己，邊一啲係我需要承擔責任嘅呢？我從中學習到啲乜嘢？乜嘢係可以改變？而我有邊一啲嘅人同埋事係值得重新去珍惜嘅呢？除咗反思責任之外，亦都需要學習接納嗰啲冇辦法改變嘅事實，生命嘅限制、身體嘅脆弱同埋唔可以控制嘅大環境。好多事情喺我哋發生嘅當下，我哋未必理解。喺唔明白當中，我哋仍然可以選擇等待、尋問、探索，甚至容許自己迷茫或者憤怒。無論你正在喺度面對緊嘅係職場嘅突變、身體嘅病痛、關係嘅失落，亦或係天災人禍所帶嚟嘅衝擊，我哋嘅反應可能唔一樣，但係重要嘅係點樣從中揾到意義，又或者至少揾到繼續行落去嘅力量。意義往往唔係當下就能夠睇到，而係喺事後回望先至慢慢嘅浮現。就好似我嘅女兒，佢年幼嘅時候唔明白點解會被領養，亦都唔明白自己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頭嘅位置。但係喺爸爸離世之後，佢逐漸嘅領悟，佢嘅存在成為我喺黑暗裏面前行嘅力量。呢個係咪
命運嘅安排並唔係重要，最重要嘅係一個自細承受考驗嘅孩子，曾經懷疑掙扎，但仍然能夠從中揾到意義，呢個先至係一個難得嘅洞察同埋成長。或者你而家仍然未明白到自己所處嘅無常有乜嘢意義，但願你能夠懷住盼望同埋韌力繼續向前。意義有時唔係被告訴嘅，而係慢慢被發現嘅。喺《無常有序》一書裏頭，康恩關懷中心總幹事陳偉雄牧師有一句話提醒我哋，佢話我哋以為痛苦源自無常，實際上造成痛苦嘅係我哋唔願意接受無常。佢更加鼓勵我哋珍惜當下，活在當下，愛在當下，讓苦難成為力量，讓缺陷成為歷練。呢段說話提醒我哋，無常唔係要擊倒我哋，而係讓我哋重新學習點樣嚟到生活。我深信每一個人都能夠喺自己嘅節奏裏頭揾到面對無常嘅方法，亦都揾到屬於自己嘅力量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